歡迎收睇香港電台天氣簡報，我係天氣主播阿爾達，好開心由今日開始換個新形象同大家見面。乾燥嘅偏東氣流正為廣東沿岸帶嚟普遍晴朗嘅天氣。下晝本港多處地區嘅相對濕度曾下降至50%以下，直至下晝5點，錄得氣溫係27度，相對濕度56%。本港各個地區嘅氣溫介乎26至28度。今晚同聽日嘅天氣預測，大致天晴，聽朝最低氣溫約23度，日間乾燥同炎熱，最高氣溫約30度，吹和緩東風，初時離岸風勢清勁，之後一兩日部分時間有陽光，週末有幾陣驟雨。下星期初天氣唔穩定，預測聽日最高紫外線指數係9，強度屬於甚高，大家應盡量避免長時間喺戶外暴曬。睇下內地城市嘅天氣，北京、青島、瀋陽、哈爾濱天晴，武漢、杭州天晴，南京、上海多雲，昆明、桂林有雨，廣州、廈門天晴，拉薩、成都、長沙多雲，烏魯木齊天晴，西寧、銀川多雲。睇下世界各大城市嘅天氣，倫敦有雨，巴黎密雲，蘇黎世雷暴，羅馬多雲，溫哥華、三藩市天晴，多倫多、芝加哥、紐約驟雨。今晚時間差唔多，香港電台天氣簡報，無論晴天、陰天、落雨天都陪住大家，祝大家有個愉快嘅晚上。我哋聽日見。